玩具咧，只要有人買，其實佢俾你嘅物料啊，咁大家都知啊，基本上通常係一嚿膠啦。就算部分有啲合金，其實都係一啲鋁合金嚟㗎。咁其實咧都相當之輕。咁所以啦，有版權啊嘅產品大受歡迎其實咧係賣到盆滿缽滿。產品本身咧個物料嘅價錢相當之少。個物料價錢少咧，就代表你可以咧瘋狂生產而且咧真係可以叫做謀取暴利㗎。咁當然啦，你需要花時間喺嗰個品牌嘅產品上邊例如要畫卡通啦。以前嗰個咧行業個運作方法就係做一套咧受歡迎嘅卡通片甚至乎咧其實係倒翻轉嘅，有一段時間直情咧係有咗玩具啦，跟住咧將啲玩具係放翻落去呢套卡通片裏邊。其實剛剛所講嘅變形金剛正正就係咁嘅情況即係話咧玩具廠商整咗一大堆咧機械人出嚟跟住咧話喂，唔該你婆求其整翻套卡通，知有人睇就得噶啦，跟住咧我哋就可以推玩具。